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求你照你的慈爱待仆人，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在这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以崇敬之心到你的圣殿敬拜你。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领受你的教训。求你此时临在，开启我们的眼、耳与心，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并能遵旨而行。这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之名祷告的。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先来以新灵粮诗选第63首赞美全能神来敬拜我们的主。新灵粮诗选第63首赞美全能神，会众请起立。请仍然站立，我们一起使读信经来做我们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马可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阿门，荣耀。
永无穷尽。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以起应的方式一起来诵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诗篇139篇1到6节以及13到18节。请看投影片思会与会众起应和的分配。诗篇139篇，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人和你同在。愿上帝的话语常留在我们的心中。现在我们同心来为以下的事项祷告。我们为南亚国家孟加拉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区城中教会邱泰耀牧师来祷告，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与同工的身心都健康来祷告。我们为卫理公会的宣教士小菊、陈光、惠美夫妇在各地宣教参与的培训事工、牧养与主同工，服事得力，求主兼顾他们的心智与家庭。我们也为所有的老师、教导者来祷告，求主赐予他们智慧和能力，帮助他们教导学生，并塑造他们的品格。也求主保守所有老师的家庭，让他们在家人和朋友的爱中得到支持与力量。我们以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同声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话语。现在由汪怀宇弟兄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课。今天经课有2处，第一处在旧约耶利米书18章1到11节，教会圣经859页。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家里去，正欲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个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么好就怎么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待你们，岂不照这个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
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一国说要建立灾旨？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现在你们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行你们的行动作为。第二处经文是在新约腓利门书第1章1到21节，在教会圣经239页。第1节，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菲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以及在你家中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有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放胆吩咐你可以的事，然而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于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如此，何况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的。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知你必顺服我，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要说的。以上是今天的经课。请听上帝的话，记载在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万兵去敌那领2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现在由教会诗班来献诗《安稳港口》。
却不再四处飘。
现在由本堂的陈伟文牧师来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跟随耶稣，永不回头”。安稳港口，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我们回到神的里面，在主那里，我们有安稳的港口。唯有耶稣才是我们安稳的港口。刚刚我们在诗班在献诗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听到，有一个声音没有在现场。他曾经是我们当中的弟兄，暂时的离开我们。感谢主，这一首歌他准备了2个月，不是2个月，准备了2次，好像也是2个月。本来要献诗的，但是后来一直没有机会。今天他终于来献诗了。这个献诗不是代表他人一定要在这里，而是他的声音还一直在这个地方，跟我们一起敬拜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只有我们这边在这里的人，还有历代的所有的圣徒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边珍惜跟享受一起的团契，但是我们共同有一位要敬拜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上帝。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虽然也许你身边的人不一定常常都会在的，但是我们仍然持守在这个地方，一起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敬拜上帝。但是我们有盼望，有一天我们会再见到面，我们会听到他的声音，我们会看到他的人，我们也会跟他一起在那里更多的交通，更多的敬拜。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啊，因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验啊，有没有人会去问说你的信仰是在礼拜堂里，或是在哪个地方，或是你的上帝是随时与你同在的。我记得以前在嘉义的时候，我在嘉义牧会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这个外佣，他送他的这个老板送他的主人来做礼拜，然后来参加小组聚会，然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牧师，我请问你，我们这个穆斯林，我们是很遵守这个教导，我们一天要5次的礼拜，一天要5次的祷告。那可是为什么我常常看到你们基督徒好像在教会里面很敬虔，可是出去外面的时候好像又不是这样的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啊，不过这个要反过来了啊。好，知道这个在讲什么吗？有一个印尼的工人，对不对？他在这个煮那个大的霸丸，这个丸子哈。他说什么？他说没关系，这边阿拉看不到。听懂意思吗？为什么阿拉看不到？因为穆斯林是不能怎么样，不能吃猪肉的，对不对？好，但是呢，阿拉看不到，为什么？他下面有一个行字，他说什么？阿拉没有什么 VPN。VPN 知道是什么东西吗？就是可以翻墙的，对不对？哦，这个阿拉没有办法翻墙到台湾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信仰会不会让你也觉得上帝没有 VPN 呢？你的信仰会不会让你觉得上帝好像只有在礼拜堂，那回到家里上帝就不在了？或者是你的敬拜，无论你在任何地方，上帝都与我同在。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停留在礼拜堂里，不是只有停留在小组里，我们的敬拜上帝是随时随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们都是带着敬畏的心来敬拜上帝，来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敬拜，我们的敬拜也成为我们的生活。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
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会有这个祷告，为什么？让我们可以专注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好，那其实有时候牧师要准备讲章有点刺激哈，为什么？因为要跟大家先说明，因为我们教会里的所有的经课、所有的经文的安排，都是跟着教会的年历在跑的，所以不是牧师自己去发明出来的经课，不是我去找出来的东西跟内容。为什么？因为教会里每一个宗派里有一个制式的标准的一个内容经课，用意是什么？牧师不要自己去找自己想要讲什么，就是按照经课来讲的。好，所以如果假设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会问说，那牧师你今天讲的内容好像有点让我感受不是很舒服的时候，请你记得不是牧师找的经文啊，那是我们的经课。那如果不舒服的时候，请记得那是圣灵的感动，圣灵帮助你，让你可以觉得扎心，好吗？各位知道以前使徒行传的时代里面，人觉得扎心的时候，他们会问说，弟兄们，那我该怎么办呢？可是现在的人不是啊，现在的人只要心里扎心，就说我下个礼拜不要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如果你觉得扎心，那就是神在你的心里面啊。好，但是要先跟大家讲一个事情，我不是这个 PUA 哈。各位知道现在有一个词叫 PUA， 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PUA 这个词哈。好，如果你在网络上，或是你在一些文章里面，你可能会看到，或者是一些短影音里面会说这个老板是 PUA。好，各位知道 PUA 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好，它的原文叫做 Pick Up Artist， 就是一个搭讪的专家。好，这个搭讪专家是怎么专家？他会把你讲到让你觉得本来你是对的，然后后来突然觉得我好像错了，然后错了之后你还要跟着他跑。所以他说什么？他说就是打断你一条腿，然后给你一副拐杖，然后告诉你说，你如果没有我，你连走路都不行。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吗？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怪罪到你身上然后告诉你说，你看你还好，你有我吧有人说这个好像是那个叫情绪勒索，对不对？其实情绪勒索跟他稍微不太一样，他是一个不是跟你关系很熟的人，但是他却跟你一直不断的在告诉你说，你要跟着我你要听我，好像这个它会造成一个地位上的落差。所以有很多人用这样来吸引人，希望很多人来跟随他。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耶稣也会 PUA 因为耶稣反而会告诉你说，最好不要来跟我。听得懂意思吗？耶稣会告诉你最好不要来跟我，因为今天的经文很特别，所以一定要先跟大家先设定好这个部分，才不会让大家误会说今天到底在讲什么。好，所以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并不是我们礼拜天才来拜访上帝的，而是我们每一天都要跟耶稣来同行。所以你的读经祷告不是只有礼拜天来，而是你的每一天都应该有固定的时间跟上帝有亲近跟见面的机会。很多人会说，那我礼拜天来跟上帝见面难道不够吗？平常时间还要来跟这个上帝见面吗？有一个弟兄他就讲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他跟他的隔壁邻居是一个很好的这个邻居伙伴，他邻居是一个牙医。可是有一天他牙齿痛了，他要去医院看诊，然后这个牙医就跟他约说，在几月几号你要来到我的诊所里面看诊。好，然后呢，当然约的时间还没有到，可是因为他就住在你家隔壁，你每天还是会看到这一个邻居，你每天还是会看到这个牙医，但是他不会在那个时间帮你治病，他不会在那个时间帮你看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他是你的邻居，但是只有你约定了那个时间，他才跟你有见面的。那个见面叫正式的，而且是他以医生的身份来跟你见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常的时间我们跟上帝有美好的交通关系，但是礼拜天为什么要来做礼拜？让我们跟弟兄姐妹约好一起来跟上帝见面。所以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只有礼拜天才跟主见面，平常的时候让我们就能够学习常常与主亲近好，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很特别，就是有人居然不喜欢人家跟着他，
而且很多的人要跟着他。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经文2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25节，一起念来。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好，这个时候说就有意思了啊。但是要先跟大家讲一下，有一个词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讲，跟随主 ，follow Jesus。好 ，follow 的意思其实不是只有跟着的意思，那里还包括学习。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请记得，基督徒我们是学习效法耶稣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分什么叫做信徒，什么叫做门徒。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学习效法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一群效法耶稣基督的人，早期的教会都叫基督徒。所以不管你是很积极的跑，或者是你慢慢的走的，无论我们是谁，我们都是在学习跟效法耶稣的人。但是耶稣今天却对这一群人要提出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不能说邀请，但是却是一个挑战。跟随耶稣是一条苦路，千万不要觉得跟随耶稣就一帆风顺，千万不要觉得跟随耶稣就是无灾无病，千万不要认为跟随耶稣就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的。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讲什么。26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相当刺激的一段经文哈。2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6节，一起念来。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耶稣设了一个门槛，说这些人不能做我的门徒。为什么？这个叫做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他说不能做他的门徒。在如果各位看圣经里面的话，小字那边写什么？不能爱我胜过爱，这一段他说叫做恨。所以如果你把它取代的时候，他说什么？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各位如果读到这边的话，哇，那信耶稣的人不就是不要妈妈，不要爸爸，不要兄弟姐妹，不要这些什么都不要，哇，那来教会就好了，是这样的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如果没有经过一些的解释的话，恐怕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误解。所以有很多人说那我就是来教会做礼拜、敬拜上帝就好，那我就不要顾家庭了，我就不要顾我身边的人，不要顾爸爸妈妈。其实并不是这样。这里提到的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这些后面等等这些的意思是什么？是当你在跟随耶稣的时候，如果你遇到这些的拦阻，来自于你的父母亲，来自于你的妻子儿女，来自于你的兄弟姐妹，甚至来自于你自己的意愿的话，那就不能做耶稣的门徒。很多人以为说跟随耶稣是很容易的，跟随耶稣是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个实际上的案例啊，曾经有过一个传道人，他自己这样讲，他说他是从民间信仰出来的，然后当他要来教会的时候，他的这个爸爸就跟他讲说，你不能洗礼哦，你不要洗礼哦，你来教会就好了啊，来教会拿什么？拿饼干糖果，来教会拿这个东西就好了，不要洗礼哦，来听道理就好了，不要洗礼。好，结果后来没有想到，这个弟兄他就报名当年的那个洗礼班。所以父亲听到了 ，OK， 好了，那也没办法，就接受吧。好，但是呢，过没有多久，这个弟兄他就开始想说，哇，上帝这么爱我，对我这么好，那么我要去当传道人。当他去跟他的父亲讲说我要去当传道人的时候，他的父亲讲说，洗礼就好啊，唔通个这传者教哦，不要再当传道人了。这个我已经养你养这么大了，不要再当传道人了。结果后来他还是继续往传道人的路上走。虽然当时他的父亲一直有拦阻他，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这个传道人把他的家人全部带信主了。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困难，
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麻烦，有时候我们不想去跟我们家里的人为敌。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曾经有一篇的讲道讲过说，耶稣来我们的潘传道曾经讲过这个，耶稣来的时候，他可能会让我们跟家人会有一点为敌的状态。而当这个时候，你还能不能够坚持走你要走的路？各位，今天的这个题目里面叫做跟随耶稣永不回头，对不对？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听过有一首短歌，这首短歌的作者是一个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弟兄，然后他的这首歌是这样唱的，他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听起来很好，对不对？可是各位知道那个中国大陆那边，因为这个无神论的关系，共产党是无神论的，所以其实他受到很多逼迫，逼迫到一个程度，是他差一点不能够再继续往前走了。然而后来有一些宣教士去到他住的地方，去跟这个弟兄见面。这个弟兄听到这些宣教士来，他并没有高兴。然而这些宣教士他们在他面前跟他一起唱这首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重新把这个人对上帝的热情再次的挑旺起来。弟兄姐妹，其实灰心、失望、难过、压力、沮丧，会让我们走不下去。跟随耶稣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很多人会以为来教会里面，我只要享受这边的冷气，享受这边的设备，享受这边的所有的一切，圣经也很漂亮。你看圣经这么漂亮，哇，这个读圣经，然后还有很多人会教导，然后很多人在这边，我们大家彼此相爱就好。很多人以为教会只有这样，千万不是只有这样啊！很多人会遇到，当你信耶稣的过程当中，是会有很多不顺利的。如果我们爱耶稣是因为基于爱自己的话，那么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爱不是真的属灵的爱，不是真的对上帝的爱，是因为爱自己。我有享受到，我有感受到好，我有觉得我舒服，我有觉得我很棒。然而信耶稣并不是都是一帆风顺的。所以27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27节，耶稣怎么样提醒跟随他的人。2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7节，一起念来：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不能够做我的门徒。不是只有你在胸前挂一个十字架啊。以前我在念书的时候，曾经有遇过一个小摊的一个妈妈，她在做这个做餐的时候，她看到我挂着十字架，她说：“哎，年轻人，你挂着十字架，你是不是信耶稣的呢？”我说是啊。她说：“那你知道这个信耶稣不是只有把十字架挂在身上，而是要背十字架吗？”这个我就不太晓得了。我那时候刚信耶稣，真的是不知道。可是我后来才发现，原来他的提醒是对的。你跟随耶稣的人，你每一天都要像耶稣一样去背起十字架，要来走那个苦路。信耶稣不是一件简单的路的。信耶稣在你的生命跟生活当中，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的挑战，或是遇到一些的状况，你需要被改变。所以服侍上帝最宝贵的，不是因为你可以得到人家的掌声，不是因为你可以获得人家的肯定赞美，而是你在这当中过程里面，你能够感受到你的生命被上帝来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各位认识我的话，应该知道15年前，我是曾经去嘉东、去东港去开拓，因为那时候88水灾的时候。好，各位。你知道对我的生命当中最大的改变是什么？知道吗？各位知道，其实如果以我以前在台北卫理堂的话，或是以前的教会经历，通常我都是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知道什么意思吗？通常都是我给别人，不会是我去跟人家乞讨。可是当我去到嘉东、去到东港的时候，发生一个极大的改变是，
我在小教会里，我在一个不是很大的礼拜堂里面，我是一个布道所的小牧师，然后我需要去跟别人要东西，我从手心向下的人变成一个手心向上的人。我以前会觉得手心向下才是高人一等的，才是好的，手心向上的好像是比人家低的，好像是跟人家要东西的。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成为那个手心向上的人的时候，我才能够体会到，其实我的心里面的那个感受是什么。当你去帮助人的时候，记得刚刚那个 PUA 那个词知道吗？当你去帮助人的时候，当你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的时候，你感受不到那个比你地位更低下的人的那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各位知道吗？从我来到荣光堂的时候，我一直常常讲一个事情，我说我们的荣光堂，我不晓得大家感受是什么了哈。也许各位常常已经在这边很久，所以你看到的东西都很正常的。各位知道我常常提到一个事情，我说荣光堂是富到流油的，听得懂意思吗？富到流油的，所谓的流油是什么？这里的任何一个设备器械，任何一个东西，只要当初放在东港或是嘉东的话，对我们来说都是哇非常好的东西。我们这边，我曾经在那个仓库里面挖到有5台的这个跟我一样的这个随身的这个麦克风，5台。我曾经挖到什么？有2部的那个行李箱拉的那个音箱，我们很丰富啊。可是我们能够去体会那个需要的人吗？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服侍让我们去换一个角度，换一个角色去了解别人。好，所以耶稣今天提出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有点特别哦，跟大家平常看到的东西一样。好，我们来看一下28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28节，一起念来。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做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好，知道这个东西像什么知道吗？有没有听过烂尾楼？烂尾楼有没有？各位如果去到垦丁，要去往垦丁的路上，对不对？那个在那个叫什么？那个仿山那个地方，海边有很多的那个房子都还没有盖好，对不对？那个叫烂尾楼。好，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评估说信耶稣，其实你要付上的代价是很大的。信耶稣你要付上一个很大的代价，你可能会被人家笑，你可能会被人家唾弃，你可能会被人家不喜欢的，因为你的价值观跟别人格格不入的。然而如果我们没有去跟随耶稣，没有完成了跟随耶稣的话，我们会在这个口水当中被淹没，我们甚至会觉得走不下去。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比喻，耶稣说什么？他说，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的时候，岂不先坐下来酌量，能用1万兵去敌那2万兵来攻打他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用一个历史事件来告诉人什么？你信耶稣的人，你跟随我的人，你必须要付上代价，你要筹算一下。跟随耶稣不是来享受消费的，跟随耶稣你是要付上代价的，不是要来享受的。他说如果不能够的话，就要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就要赶快去求和息的条款。意思是什么？就要能够了解自己，不要勉强自己去夸口。去夸口什么？去夸口说啊，我一定能够，我一定能够做得到。我们的每一个时刻都需要耶稣来帮助我们，不是我可以做什么。很多人想要凭着自己的能力，说我有知识，我有学历，我有才能，我有恩赐，所以我一定可以走上这个路。跟大家讲一个实际上的案例啊。各位知道我们的教会的干事，曾经我们的淑清姐要退的时候，有一度我们真的很需要人来帮助，能够来应征教会的干事。有一个年轻人，他来看了那个干事的工作表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牧师，这个工作如果没有4万块的话，恐怕做不下去。”
可是各位知道，我们的干事到现在都没有这个数。我们的干事到现在的，我不能告诉你们多少钱，但是远低于这个数。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他们没有因着有那个洒劲、冲劲跟愿意服侍上帝的心，这个工作没有人要做的。很多人都喜欢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对不对？好，但是我们的干事是什么？钱少事多啊，离家又远，哎，好，甚至是什么？他说，苏金姐曾经跟我讲，他说我有150个老板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哇，要这个来服侍哦，这个给干事做，这个给干事做。我们不晓得一个人他要服侍150个人呢，非常不容易的。如果没有上帝的爱，没有人能够撑得住的。好，所以耶稣预备自己有多少的时间？将近30年。很多人说，那是不是我开始现在算，我30年后再来服侍上帝？不是，误会了。耶稣预备了30年是什么？他从他出生一直到他真正出来服侍这一段时间，他每个时刻都在做准备，随时只要时间到，上帝召他出去，他就要去服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心志，说上帝随时差遣我，我预备好，我随时要给上帝来用，我随时要给上帝用。求主帮助我们。跟随耶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跟随耶稣不是一件好康的事情，跟随耶稣是一个困难的事情。有很多人说，我要等到我退休了再来服侍，有很多人说，我要等到我怎么样的时候再来服侍。求主帮助我们，时间不等人，机会不在的，让我们能够珍惜那个可以服侍上帝的时间。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被一首歌感动，这首歌是一首台语的诗歌，它的词是这样唱的，他说，主我也有快乐的心，我要做你找用，我心充满欢喜的心，要学罗你无听，我无爱大声听世界，才来传你的听，无爱年老软弱的心，才要对你来行。他说，不要等到我年老软弱的时候，我才来跟你走。亲爱的弟兄姐妹，趁着我们还有时间，还能够来行走躺卧，还能够有正常的生活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愿意出来服侍神。有很多的拦阻会在的，不舒服，有很多的这些的不是服侍上一定都是一帆风顺的。然而这些如果我们不能够放下的话，不能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我们来看33节，耶稣最后来告诉这些门徒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3节，一起念来。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撇下这一切，其实不是叫大家都要去当传道人，不是啊，千万不要误会了，而是什么？当你愿意为耶稣撇下那些你自己的一些自我享乐，或是那些叫做自己，甚至包括自己的尊严，或是包括自己有很多的想要，当你这些都能够放下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叫做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的心思意念是魔鬼最喜欢攻击的，为什么？常常会告诉你说，放下吧，放弃吧，不要了啊，让你放弃是最快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走在上帝的路上，能够持续跟持守不断。也许我们不见得会很有知识能力，或是有很高的学问，或者是我们有很好的神学的知识，但是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去服侍他人，
包括我们的一个小动作、小行为、一些的小的一些的事情，都有可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刚刚提到的那位离开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天一老师是他的吉他老师。他在前几天，我们的天一老师特别跟我讲，他说见证，他说晚上的时候他还梦到这个弟兄提醒他说要运动哦。我们的天一老师他因为长久都比较没有运动啊，当然他的关心是因为这个弟兄也很关心我们的天一老师，所以天一老师他说我梦到他告诉我要运动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你可能提醒别人一下说要运动哦，他就可以受益一辈子。有时候你给他的一个微笑跟帮助，对他来讲就受益了一辈子。不一定你要有很大的服事，你的服事在这个人身上，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鼓励，要加油哦，要努力哦，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极大的帮助。所以我们是基督徒，并不是代表我们比谁厉害、比谁强，没有，而是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要你去当传道人，或是要去当老师，你才可以去帮助人。我们是常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也能够因着这恩典来服侍众人。所以，记得上个礼拜天，我们的牧恩之家的这个教师，他特别提醒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一个目标，服侍众人，做主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能够服侍人，需要学习一些的功课。各位知道，我们昨天礼拜六的时候，我们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教会里面学割草，知道吗？各位，如果你来到我们的车场那边，你会发现，我们的车场现在很干净。为什么？因为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去割草了。好，那这群去割草的年轻人，他们难道没事做吗？不是啊，他们难道不想去打电动吗？也很想啊。他们难道不想去躺在家里面，躺在沙发上吗？他们也许也很想，但是因着他们愿意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来学习怎么样去割草，所以他们服侍了众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只要放下了你的万恶的手机，你只要放下你一个其他的东西，你又很可能你起来就可以帮助到很多人了。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素质是相当重要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让人家看见。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案例，就是我曾经去一个二手书店买书啊，然后去买书的时候，然后去结账的时候，那个老板他突然间就问我，他说：“请问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是啊。”然后我就反问他，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呢？”这个老板他说：“你们基督徒都有一个味道。”不是，我没有洗澡，我有洗澡哦，我有洗澡。不是，他说你们基督徒有一个味道。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基督徒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都一直是笑脸的，很喜乐的，跟别人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我们在困境跟患难当中，但是我们仍然是喜乐的，让人看见跟随耶稣的人。也许我们没有高学历，也许我们没有高的学位，但是我们仍然喜乐，有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跟随耶稣不用花钱，但是请记得他不廉价啊，他要你牺牲的是什么？也许你会需要看到，在这里你会要投入金钱，投入你的时间，但是这也告诉我们，我们把时间跟金钱放在什么地方？我们是放在游戏机里面，我们是放在这个电脑上面，还是我们拿来奉献在上帝的面前？我的时间给上帝用，我的金钱也为着上帝而使用。不是叫我们要奉献更多，千万不要误会牧师的意思，而是告诉我们说，我的金钱是不是用在需要的地方？当我看到有一些人他需要被装备、被造就的时候，我能不能帮他付代价？帮他付个书籍费用，帮他付个学费，或是我能不能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设备老旧了、缺乏了，我能够为着服务别人，所以我愿意奉献在这个地方。初代的教会
的这些的信徒，他们其实并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甚至有很多人他们都是贩夫走卒，然而他们却公开的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跟随耶稣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也不是需要高学历的，但是他需要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那个付上生命的代价包括我们要把面子拉下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在每次圣餐主日礼拜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认罪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当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不再敢把面子拉下来，我们怕被别人知道，我们怕被别人知道我很糟糕，我很弱，我很软弱。上帝面前我们需要能够学习一个事情，是福音包括我们要付上的代价，就是我要把面子放下来，我要把这些的高的地位拿下来，要跟我们弟兄姐妹是一样的。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不是一个廉价的福音，是要付代价的。第二个，跟随耶稣不需要速成，但是要委身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跟随耶稣，你需要放下一切可能会拦阻你的事情，而这些可能是你原本很喜欢的。他说罗马书13章14节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去安排放纵私欲。这段经文是有一个很有名的教父叫奥古斯丁，他改变信主的时候，是这句经文提醒了他。他过去是一个放荡子，但是当他看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他改变他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你每一天传那个早安午安晚安有什么用哈？以前我会觉得没有用，我要跟大家道歉，对不起啊。以前因为牧师的群组很多，所以常常每天都会接到早安午安晚安哈。好，但是呢，后来有一个弟兄他提醒我，他说牧师，我如果传给你这个，表示我还健在，我人还在啊。好，那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很好的图片，所以也许你的那个请安图对别人是有帮助的啊。但是所以手机不要只拿来玩游戏啊，希望你可以多用一些来服侍人。好，所以精致的门徒是不可能速成的，需要不断的栽培的。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有时间来分别在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上帝的面。所以特别在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有成人主日学啊，所以请大家预备心，我们要来上成人主日学。上帝看重的不是一时间的礼拜天而已，请我们要记得每一个时刻都是要委身的。第三个，跟随耶稣不必要很完美很完全，但是你要愿意来跟随主。所以跟随耶稣不代表我们要先做得很好，跟随耶稣不断的改变。刚刚提到服事当中我们的生命改变。好，这是早期的基督徒的聚会，他们没有音响，没有敬拜团，没有吉他，没有招待，没有软垫，没有暖气，没有空调，但是他们有上帝的话跟弟兄姐妹的聚会就够了。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一起的团契，一起的分享，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事。上帝要的不是完美的门徒，而是让我们能够愿意来跟随主，不是为了要来这边得什么，而是我们能够在这边能够彼此的分享跟接纳。不管我们是高官贵族或是贩夫走卒，我们都同样在一个教会里彼此的分享跟接纳。好，最后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做主的门徒不是只有参加课程啊，成人主日学很好，但是不是只有课程，请大家记得，你的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在见证你的信仰。让我们跟随主，也许你要为了跟随主，需要有一些的牺牲。我所谓的牺牲，就是你可能要花时间读圣经，你可能要花时间祷告，你可能要花时间参加聚会。然而这一些的放下，都能够让你得到帮助，而你也同时也帮助了许多人。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里彼此造就，彼此分享。我们的弟兄也许他在这边有很多人不见得认识他，但是他今天的献诗有他的一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在这里的每一个小动作、小行为都可能成为影响别人的人。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永恒里留下那个可以让人纪念的地方。愿上帝来带领。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跟随耶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跟随者。虽然有许多的拦阻困难，或是它并不是一条易路，但是让我们能够愿意跟主而行，即使被人唾弃，即使被人辱骂，但是让我们也能够仍然愿意跟随主的脚踪。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话语中的启示与真理。现在我们要举行圣餐礼，现在请会众起立，我们来唱圣餐诗歌《新灵粮诗选》第300首的第1节。25年前，我要去考神学院的那一年，我的老妈还是不高兴的。我要去考神学院的那一年，过年的时候，我跟我的老妈说：“妈妈，请让我去念吧。”我老妈不接受，她说：“我把你养这么大，你去当传道人，你想要饿死吗？”后来我的牧师去到家里面拜访我的母亲，当然好不容易说服我的母亲。虽然我的母亲她是说，她不是赞成，她是同意，既然同意就好了。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事情是要付上代价的。我的母亲讲的没有错，好不容易把你拉到这么大，你不去赚钱，你不去这个过好日子，为你的人生着想，你要去当传道人吗？有时候很痛苦的选择。看到自己的同学，看到自己的身边的人很有成就的时候，会不会羡慕？当然会，一定会的。但是我很感谢上帝的是，上帝拣选我这个卑微的人。我去参加高中同学会的时候，我是骑脚踏车去的。我的同学在这个校友会结束的时候，他是跟老师讲说：“老师，我载你回家。”他开的是宾士车出来。我看着我的脚踏车，看着我的同学的宾士车，心里其实有很大的感触。会不会我如果不要当传道人的话，会不会比较好呢？但是我很感谢上帝是，这25年来我没有后悔，因为救人的工作、得人灵魂的工作是我最喜乐的。也许我没有宾士车，也许我没有这个很好的收入，但是我在我们的校友会的群组上，我的赖群组上，我的老师跟我写了这样的话，他说：“蔡伟文，我看到你常常 po 的一些文章，对我很有帮助。”我的老师告诉我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喜乐。我不能够给我的老师宾士车，我载不了他，但是我可以能够给他放上去的一些的属灵的文章，一些属灵的一些教导。我的老师他也许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说对我很有帮助。
会这样感谢上帝。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我们所服侍的、我们所做的不算得什么，但是上帝仍然接纳我们，上帝的带领。请听圣经的话，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之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让我们一起来同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俯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伏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施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杯，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应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来同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请我们的陪参同工到台前来。
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再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姐妹，如果你预备好了，就请到台前来，让我们来领受这个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是你已经信耶稣了，请你就把你的手放在心上，让我们在灵里面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与宝血，使我们能够与众弟兄姐妹凭着信心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的同工会帮我们沾了饼，沾杯之后给大家来使用，就不用再自己来沾。我们的同工会协助各位。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在基督里来享受上帝所赐的丰盛的恩典。我们有2道可以进来，我们有2道可以进来。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是你已经信耶稣了，那让我们也一样在座位上，我们就安静坐着，用我们的手放在心上，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在心里面，我们用心来领受。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有2道可以进来我们有2道可以进来，请我们一同来领受。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在教会里，我们共用一个饼；在教会里面，我们共用一个杯，代表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没有谁吃的比别人多，也没有谁吃的比别人少。
或是比别人更丰富。在基督里，我们的饼杯都是一样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有身体不方便的，我们的同工会到那里去，会来协助你。让我们在主里享受主里的一体。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同诵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我们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要特别跟大家说明啊，今天的我们的饼是手工的，我们的一位弟兄他连夜的赶工把它做出来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有很好的恩赐，让我们为教会祝福。希望这样有恩赐的人能够更多在教会里面，向你来祝福。让以诗歌来回应上帝的爱。我们一起来唱《心灵两诗选》第300首第2节，弟兄姐妹请起。请四线同工到前来。万物都是从主而来，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回应上帝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赏赐丰富的主，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尽我们的心思力量，奉献金钱。愿教会用于各样事工及宣扬福音，使之用的合宜，使众人得着益处，复兴教会，荣耀你的圣尊名。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我们有位新朋友，请问是许宇伦还是许家伦还是许令伦？令伦，宇宙的宇，许宇伦，他是高一医管。请坐。他是怡君朋友的小孩，欢迎你，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好，我们一起来唱，我们都是一家人。现在我来简单的报告一下下面的事项。我们今天成人主日学呢，开学第一次上课。我们的周报说欢迎弟兄姐妹，欢迎。我很想说，我规定你们一定要去。好，我今年这个学期呢，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呢，是教会有史以来开最多班的一个学期。这次有5个班，不包括我们潘传道的那个班，星期6的班，光是星期天会后就有5个班。那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今天时间抓得很紧？因为我们11点40分就要上课了，那所以呢，我只报告今天的事项，其余的弟兄姐妹，请你回家参看周报。你说没有周报的人，请加入教会的群组啊。我发觉我们教会呢，每次做礼拜都100多人，150人，就我们的群组才50个人，好奇怪，你们都不想收到教会的消息是吧？回家赶快加入教会的群组 ，LINE 的群组，不知道怎么加的，来问我们的干事。那今天呢，我们有5个班呢，其中就是诗歌欣赏与教唱。如果你参加这个班的话，我们每个月的第1周呢，诗班都是跟我们的王子吉他在这个地方，那他们的东西都在这里，所以呢，今天诗歌欣赏与教唱班这一班的学员，请你就留在我们主堂。就是每个月的第1个星期就请你们留在主堂上课，那今后就不报告，我们养成这个习惯就行了啊。
那其他呢？约翰福音导读、路加福音导读、两约之间的历史，还有基要真理。基要真理呢？今天我不得不替老师宣传一下，他今天讲的题目叫做“为什么要信基督教？”你知道为什么要信基督教？如果你是初信的，或是对教会的这些基要真理的题目有兴趣的话呢，欢迎你一起参加，就是我基要真理周雄老师跟怀宇老师这个班上啊。那他们上课的地点在6楼，那两约之间也是在6楼，我们会划分2个区域。非常欢迎初信或是慕道的弟兄姐妹来参加。这对你一定非常有帮助，而且呢，你们知道吗？周雄老师以前就是一个老是问为什么的人，所以呢，我觉得他非常适合开这个班啊。那有问题的人都去向他挑战一下啊。好，那其他的事项呢，我们就自己参看周报，肢体消息以及需要身体就是不舒服的需要带到不管是你或是你要帮别人，这边都有名单，就欢迎你。不是欢迎，请你来为这些事情，还有这些人来祷告。那另外就是我们主里的家人何炳元弟兄，他9月4号凌晨呢就安息主怀，荣归天家了。愿主安慰家属、亲友及主里的肢体。他9月11号的下午2点要在橄榄园进行入错礼拜，如果你可以去的话，也请你去参加。那你需要交通什么都请教会联络一下。那我们会安排一下，好不好？好，那请问牧师有补充的？好，那我们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3、1首。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带领我们来奔走天路，让我们的天路上一路有你的同行，直到你那里去，我们都能够来完成主你在地上托付我们的一切功。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请坐。在订阅中，请为今天的报告事项与需要的肢体来代祷。在有病痛或者在忧伤中的弟兄姐妹，欢迎您打电话来给牧师，牧师会为你祷告。